從科學嘅角度睇，玄學咧其實係心理效應同埋環境優化嘅暗示。好多玄學你會覺得靈驗嘅感覺，都係可以用心理學同埋環境學嚟解釋嘅。參照以下呢7點嚟調整，49日入邊，你會收穫一個完全唔一樣嘅自己。首先第一個係相信直覺，其實佢係喺度救緊你嘅命。如果你啱啱認識咗個朋友，你對佢嘅第一眼嘅感覺總係有講唔出嚟嘅唔自在、唔舒服，或者喺言談嘅舉止間，佢總係會令到你唔自然、好難受。咁其實咧，呢個玄學上面會叫做直覺啦，但係心理學上面係叫做杏仁核嘅劫持。其實係你嘅大腦喺0.2秒入邊就捕捉到呢一個環境入邊出現咗危險嘅信號。咁請你相信自己嘅直覺，離開或者停止呢個環境。第二，唔好講壞話，因為咧嘴係真係有毒㗎。你有冇發現咧？成日話自己冇記性，咁你嘅記性就會越嚟越差。成日話自己攰，你就一直都打唔起精神。玄學上邊咧，呢啲就叫做好嘅唔靈，醜嘅靈。但係心理學其實係叫做自我實現嘅預言，所以要停止呢啲負面嘅自我暗示，多啲對自己講好説話啦。第三，要識得珍惜，包括身邊嘅人同埋事。其實好多人咧用錢係中意大花灑，唔係量入而出嘅，所以咧成日都會缺錢。反而好多富豪家財萬貫，但係過日子同埋理財就會非常之謹慎。玄學入邊咧，其實我哋會講係叫做珍惜財運，但係其實係喺一個可控有序嘅環境入面，係可以降低你嘅焦慮同埋慾望，令到你係感覺到生活盡在掌握。咁呢一種積極嘅心態，自然亦都會吸引到更加好嘅結果啦。第4就係要接受一切嘅意外，呢啲其實都係老天爺喺度幫緊你。玄學入面叫做一切嘅發生皆利於我。接受錯過呢一班飛機，你可能就避免咗一場意外。接受錯過呢個人，你可能要迎接下一段更加美好嘅邂逅。所以我哋要學會將唔好嘅事情重新定義為好事，並且發現其中隱藏嘅機遇。心態好咗咯，好運氣自然就會嚟啦。第5，當你嘅話俾人打斷，就係老天爺叫你唔好講咁多，言多必失，禍從口出。呢個係老祖宗流傳落嚟嘅智慧。當你嘅內心深處可能覺得有啲唔妥，潛意識咧就會製造呢一個意外去打斷你，避免咗場社交嘅災難。第6係多啲聽小朋友嘅，佢哋其實係最有靈性。我哋嘅小朋友特別係未成年嘅，玄學入邊講我哋嘅小朋友係最乾淨。心理學叫做未經過濾嘅感知。其實有啲動物咧亦都會具有呢一種感知，因為佢哋未經過世俗嘅洗禮。世界存在最原始、最純潔嘅視覺同埋直覺判斷。第7，我哋執到錢，記得即刻使咗佢。喺玄學上面講咧，就叫做破財消災。其實喺心理學上邊咧，係人嘅心理慣性。你使咗呢一筆意外之財，可以完成咗一個消費嘅閉環，能夠消除你不勞而獲嘅心理負擔，就可以令到你重新感覺到輕鬆同埋平衡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